有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伫20几年前做兵的时，互人指控讲，伊参朋友去抢人的物件，受到军事审判5年定监。不过，这个姓陈的朋友却伫咧普通法院奉认定无罪确定。伊认为军事审判法相关的规定违反宪法，伫咧申请释宪了后，宪法法庭判决是合宪，但是宪法法庭予伊提起通再审的权利。徛伫立委身躯边，这姓王的查甫人，20多年前做兵的时阵，互指控甲朋友斗阵犯下骑车抢夺的案件。不过，两个人的命运却是真无共款。朋友伫普通法院被判无罪定案，具有军人身份的伊，一直遭到军事法庭判有罪，最后上诉高阳高分院，依然被判刑5年定案。姓王的查甫人讲，军事审判法违反平等权，申请宪法来解释。伫宪法法庭最后虽然判决合宪，却是也予伊能够再提起再审。本判决创设的一个独立再审事由，就同一犯罪事实有无，分别受普通法院无罪判决及军事法院有罪判决确定者。若其主要之证据相同，则受军事法院判决有罪的受判决人，可以以此为再审事由，申请再审。尽管军审法在2013年洪仲秋案件了后，军人牵涉刑案回归普通法院来审理，也毋过行伫这进程要相款亲像姓王的查甫人这种案件，宪法法庭申诉再审的事由，像伊这类案件，两名共同的正犯分别伫军事甲普通法院有罪认定无共款，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，也拢申请再审来救济。这个个案很值得通案上面来重视，检视其他在这个受过军事审判案件的判决书，我觉得会有更大的比例的冤错案的可能性。捌做过姓王的查甫人委任的律师，现任立委柯显智认为，过去军事审判采无公开来审理，而且审检无分立，冤案错案比例袂少。这摆大法官的判决，要这人给了洗清冤枉的机会。记者